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 Motivation。咁我早排咧就同兩位嘅朋友食飯啦。咁佢哋係一對夫婦嚟嘅。咁個太太咧就係即係都識咗好耐嘅朋友啦。咁佢咧好勁啊，好犀利嘅。佢係上咗好多嗰啲咧，嗰啲好 spiritual 啊，好身心靈啊，即係好新世代嗰啲班啊咁樣，即係學點樣正能量啊，點樣同個宇宙溝通啊，點樣祝福你啊，咁即係好勁嘅一個女孩子啦嚇。咁啊食下飯嘅時候咧，咁佢老公就話：哇！呢排有啲唔舒服啊，跟住又唔知咩，又頭暈啦，又喉嚨痛啦，又咳啦，又依樣嗰樣咁樣啦。我呢位嘅朋友咧，即係個太太咧，就同佢老公講：嗱，老公，我而家讀啲嘢出嚟，我講一句，你跟住講一句，你跟住我講啦，10次。跟住之後，佢哋就係咁做啦。咁個太太就讀一句，嗰個老公又讀一句，跟住之後就咁樣做咗10次咯。我睇住佢哋做，讀完之後咧，好誇張喎，即刻好翻好多喎。咩料啊？咁我就問呢一個嘅朋友咯，我話呢個咩嚟㗎？佢話呢一個咧係一個生病嘅祝福語嚟㗎。佢話係好勁嘅。佢話佢係學咗好多唔同嘅師傅啊，上咗唔同嘅班之後咧，佢將所有呢啲嘅即係好勁嘅導師、呢啲老師嗰啲嘅重點咧，就集合成為一段嘅對白啦嚇。佢話呢段嘅對白好犀利嘅，只要你讀10次，你就會好翻㗎啦。即係你嗰啲病啊，就會好翻。即係佢話唔係話即刻好晒，但係會好翻好多。而你持續咁樣去念，持續咁樣去講嘅話咧，佢所講嘅好多好嚴重嘅病咧，都可以有一個好大嘅幫助。哇！咁犀利，咁好嘅嘢，我梗係要同 Motivation 咁多位朋友分享啦。而家我就會將呢個對白去講出嚟，同一樣，我講一句。你講一句，我哋唔止10次，我哋試下20次或者30次。佢話越講得多係會越好嘅。嚟啦！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去轉化。所有由我送出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回饋於我，並且轉化。我會帶住感恩同放鬆嘅心情去整合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去轉化。所有由我送出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回饋於我，並且轉化。我會帶住感恩同放鬆嘅心情去整合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去轉化。所有由我送出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回饋於我，並且轉化。我會帶住感恩同放鬆嘅心情去整合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去轉化。所有由我送出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回饋於我，並且轉化。我會帶住感恩同放鬆嘅心情去整合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去轉化。所有由我送出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回饋於我，並且轉化。我會帶住感恩同放鬆嘅心情去整合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去轉化。所有由我送出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回饋於我，並且轉化。我會帶住感恩同放鬆嘅心情去整合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去轉化。
所有由我送出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回饋於我，並且轉化。我會帶住感恩同放鬆嘅心情去整合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去轉化。所有由我送出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回饋於我，並且轉化。我會帶住感恩同放鬆嘅心情去整合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去轉化。所有由我送出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回饋於我，並且轉化。我會帶住感恩同放鬆嘅心情去整合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去轉化。所有由我送出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回饋於我，並且轉化。我會帶住感恩同放鬆嘅心情去整合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去轉化。所有由我送出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回饋於我，並且轉化。我會帶住感恩同放鬆嘅心情去整合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去轉化。所有由我送出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回饋於我，並且轉化。我會帶住感恩同放鬆嘅心情去整合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去轉化。所有由我送出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回饋於我，並且轉化。我會帶住感恩同放鬆嘅心情去整合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去轉化。所有由我送出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回饋於我，並且轉化。我會帶住感恩同放鬆嘅心情去整合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去轉化。所有由我送出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回饋於我，並且轉化。我會帶住感恩同放鬆嘅心情去整合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去轉化。所有由我送出嘅能量，我都以祝福嘅方式回饋於我，並且轉化。我會帶住感恩同放鬆嘅心情去整合